美国职篮 NBA 洛杉矶快艇加里纳里 Danilo Gallinari 砍25分，威廉斯 Lou Williams 一助20分，助队122比111击败明尼苏达灰狼，豪取 NBA 最佳的6连胜，晋级季后赛。哈洛 Montrezl Harrell 攻下18分，快艇打破与犹他爵士在西区排名平手的僵局，在例行赛剩下7场时，独占西区第5的位置。最后7场比赛有5场是在洛杉矶举行。快艇此役投球命中率为 54%， 三分球命中率为 50%， 罚球命中率为 100%， 成为自金州勇士去年3月29日创下纪录以来，第一支在 NBA 打出50横线50横线100成绩的球队。对快艇而言，取得季后赛门票的唯一缺点是，必须将2019年首轮选秀权让给波士顿塞尔蒂克，以完成葛林 Jeff Green 2016年2月的交易。在东区，波士顿塞尔蒂克今天以116比106击败克里夫兰骑士，加上同区的底特律活塞以92比95败给丹佛金块，两队胜差拉大，塞尔蒂克确定晋级季后赛。第4节剩下6分26秒，塞尔蒂克以96比94领先时，霍福德 Al Horford 与史马特 Marcus Smart 两人大爆发，在接下来4分20秒钟合力拉出一波15比6攻势，让绿衫军取得111比100领先。比赛剩下2分19秒时，史马特命中致命的一击，上篮得分加上罚中一球，助塞尔蒂克领先9分。霍福德全场攻下19分与全队最高的8篮板，助塞尔蒂克终止4连败。塞尔蒂克的塔特姆 Jason Tatum 与史马特各攻下21分，海沃德 Gordon Hayward 一助15分，莫里斯 Marcus Morris 得到14分，罗齐尔 Terry Rozier 贡献11分。